务实、精确吧。180，这一程序，顺向公所将整合的市巴士2018年底开通南北路线，19年通车的中区市巴士自由环行，行经富士村、眷村。当代的部落环境，许多年轻人因为工作必须离开家乡，导致部落人口结构老化，也造成部落生活模式逐渐变化。然而，这块曾育养无数的鹿谷族人的土地依旧存在。一位高龄75岁的太鲁阁族妇人嘎杜，年轻时与丈夫顶着烈日，在农地里耕作，养活全家人。随着丈夫的离世，小孩外出工作，时至如今，嘎杜仍坚持着在这块滋养家庭的土地上，勤劳踏实地耕作。日复一日的在他摆设各式各样的摊位上，贩售着他具有文化情感的农作物。也因为他的勤劳认真，部落里的族人都戏称他为部落小蜜蜂。希望这则不为人知的部落小故事，能提供给当代社会的德鲁古族人们更多的感动与反思。当当。早上啊，我起来的时候我运动，有的4点，有的5点，去养鸡了。养鸡以后再吃馒头，完了吃馒头，泡牛奶。夏天的话，我很早起哦，因为很热嘛，太阳很热的话，我会回家，我怕热嘛，太阳。然后下午你很晚起哦，
天黑就回来，夏天了，我看不到哦。对呀、要帮我一个人自己做啊，我愿意做啊。我是种芦草、树豆，还有辣椒。我是种辣椒，它比较轻松啊。树豆也是轻松哈，芦草也是轻松，没有搬重嘛。还有红梨，那个面很重。这是红梨不好做，很多动作，很多机器。就是要工作要蹲下去呢，脚会痛的。红梨哈天气不好做，会那个黑，天气好比较好。那个红梨。这个没有漂亮，普通的。漂亮的很红，红干的很漂亮，要看天气。太那个天气热的话，那个很好，红也比较漂亮。以前没有吃菜，没有菜。那时候我们不会种，平地会种了，我们以前没有种。椰菜是我们可以去捡叶菜，然后那个也有吃那个沟女是很多了，也打给它水煮啊，放那个叶菜，也有那个马告那个用打，生姜是用打，换水，换盐巴就可以吃。早上、中午。地瓜，每天吃地瓜看很腻了，地瓜很多，还有那个什么米很少，还是味道地瓜。中午啊，晚上还地瓜，哇，已经受不了小孩子，那时候国小，以前啊，没有忘记了。以前是我出了那个木瓜的时候，木瓜跌倒，我种了那个5分地呢，也有一家种，台风那时候我去那个大阿嬷家里去哭，为什么哭？我就那是水湿掉这样，他知道我难过的那个木瓜跌倒，没有收花本钱嘛。好几次呢，我快要说了台风了，快要红了台风啊！我现在老了，没有力气了。以前是我很有力量工作呢，连吃饭都不吃饭，1、2点才吃饭。很多工作啊，每天工作，拔树豆了还是种地瓜了，还种甘蔗，一直木瓜了，肚子饿吃木瓜了，肚子饿。你要打针吗？不用，喝药就好，不用打针哈。我有骨质疏了。老了退化了，那个一起来就会酸痛，也有高血压。以前我很少生病，我都变木瓜了，被什么都搬种也可以，
以前现在不行，老了啦。所以我还忙哈，我买那个摊子哈，我就放东西，有的不见了，有的我的朋友会叫我拿的东西，他给我钱，他们幸好是他跟我讲，我朋友啊，有的没有的就算了，那个爱心的，是这样啊。要是他没有，我不在的时候我就给你，他不在，他先拿，然后2、3天就给我讲了，所以我不方便那个打电话，他们也有运动，你没有给你做1、2个小时之后，那个不习惯，没有动的话不习惯，高兴了，高兴就好了，快乐就好了，啊，做弄啊，很累呢。增设本乡农特产品摊位，并结合农具体验品尝、农特产品促销等活动，一同品尝与感受树林乡部落特色的文化农特产品。我还在那里。